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星聞。喺一啲香港觀眾眼中，錢小豪係一個帶有爭議性色彩嘅人物。佢嘅桃色新聞成日俾人翻出嚟講，大肆渲染。但我哋可能唔知道，當年錢小豪出事嗰陣，香港演藝界人士係毫無爭議，一面倒咁支持佢。爾冬陞、方中信、鄭浩南、張之亮、汪明荃、李婉華、前女友陳法蓉紛紛企出嚟幫佢講說話。方中信甚至衝動咁召開記者會，為好友洗脫冤屈，地點就係佢同鄭浩南合夥開嘅尖沙咀山林道 Deep Blue 酒吧。最後連從未有交集嘅黃霑都出嚟奮力疾呼，堅定不移咁撐佢。香港最鹹濕嘅人係我，點會輪到錢小豪？一時間場面壯觀熱鬧，遠勝成龍小龍女事件嘅排場。咁呢件事最後到底係點樣解決嘅呢？都話睇一個人要連埋一齊睇。咁喺眾多香港演藝同行眼中，錢小豪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呢？錢小豪喺1963年1月26號出世，地點係香港中國街萬宜里，原名錢嘉華，祖籍三水。佢上有3個姐姐同1個哥哥，下有1個細佬，係屋企排行第5。佢老豆開咗間搬運公司，行業比較特別，專為有錢人家包裝同搬運古董，收入算係唔錯。但無奈錢家上下10幾張口等住開飯，基本只能夠維持溫飽。錢小豪少年時代好孤單，玩具得一樣，就係喺後山腳下捉返嚟嘅蜘蛛，嗰陣叫做金絲貓。至於遊戲，就只係去附近嘅賽西湖游水。天性活潑好動嘅佢唔中意讀書，喺嶺南小學讀書期間，成績次次包尾。1973年，10歲嘅錢小豪遇到大聖劈掛門宗師單林旭，從此一心學武。詹師傅發現呢個細路雖然錯過咗練功嘅黃金時期，但力量、耐力、柔韌、靈敏都喺同齡人之中出類拔萃，身體協調性更加係冇人可以比得上。於是佢破格收咗錢小豪做徒弟，成為佢人生中第一位貴人。1977年，14歲嘅錢小豪喺銅鑼灣百樂戲院睇樂奇嘅時候，忽然對擂台自由搏擊產生咗濃厚興趣。史泰龍嗰種英雄形象喺佢腦海揮之不去，佢心癢牙內，返到屋企即刻填表報名參加第1屆香港功夫總會擂台賽，仲一舉奪得銅牌。當然，獎牌唔可以當飯食。台上威風凜凜嘅少年，其實早已拍學，私底下喺茶餐廳做侍應，幫人端盤賺生活費。1978年，15歲嘅佢睇咗一場戲，片頭打出邵氏電影武術訓練班招生字樣。戲散後，佢見到戲院門口有招生處，就拎咗份表格填好。當工作人員問佢有冇身份證，佢默默掏出一塊俗稱豆腐乾嘅兒童身份證。在場啲叔叔阿姨都笑咗，仲有人拍下佢膊頭，叫佢第2日帶埋父母去邵氏見工。就咁，錢小豪正式踏入影壇。喺父母陪同之下，佢簽咗一張又一張買身契。喺邵氏度，佢好快引起咗大導演張徹嘅注意。張導睇得多花拳繡腿，但散打唔同，係一個鬥智鬥勇嘅行當。散打唔止考力量同速度，更重要係考智慧。而錢小豪14歲就攞到散打銅牌，可見佢天資過人。再加上佢外形俊朗，拳腳功夫非常好睇，動靜之間片若驚鴻，宛如游龍，非常罕有。唔使耐，錢小豪就俾張徹收為契仔，亦係張徹人生中最後一個契仔。為咗同演員林嘉華有所區分，張徹特登幫錢嘉華改咗藝名叫錢小豪。1980年，17歲嘅錢小豪首次擔正，出演張徹執導嘅《飛狐外傳》，一炮而紅。亞視喺1984年出品嘅《霍東閣》係錢小豪喺成個80年代唯一一部參演嘅電視劇。大家可能會奇怪，佢當時喺無綫嘅前身邵氏點解會出現喺敵台亞視，仲要做男主角？其實嗰段時間亞視已經養唔起錢小豪，佢係以報頭約形式由邵氏影業對外出租俾亞視用嘅。由1979年至1984年間，錢小豪主演咗16部電影同1部30集電視劇。據講由16歲開始，佢一部戲嘅片酬已經夠買2層樓。咁有咁多錢，佢用嚟做乜嘢呢？
呢個性格傳統嘅潮汕男孩非常顧家，佢賺到嘅錢全部攞嚟俾父母買樓貼補家用。我哋睇返當時香港電影雜誌一篇訪問點樣報道佢。事實上呢2年嚟，錢小豪係真係賺到錢。佢一連拍3、4部戲，每部戲所賺嘅錢都係有血有汗打返嚟嘅。佢用80幾萬買咗層樓俾成家人住，而自己就買咗部40幾寸嘅大電視返屋企，成屋放滿電器，包括鐳射唱盤、影碟、唱片、音響器材。一得閒，佢就會匿喺房入邊睇電視、錄像帶、聽歌。最大嘅樂趣就係打電腦遊戲。佢話一有空就同電腦大鬥法。喺訪問入面，錢小豪仲特登提到，人到無求品自高，所以要努力賺錢。如果時光可以倒流，錢小豪可能會希望自己永遠停留喺20歲嗰個無憂無慮嘅夏天。嗰陣嘅佢春風得意，英姿勃發，內心單純得就好似個細路。但係一個女人嘅出現，幾乎毀咗佢嘅一切。1985年夏天，內地興起咗一種叫鷹橋頭嘅髮型，正係源自一部大熱港劇《霍東閣》。劇入面，霍東閣鐵血柔情，佢同佢師傅陳真一樣，喺感情上對日本女特務情有獨鍾。劇中洪英橋因為自己身份特殊，冇辦法同心上人廝守，最後選擇自殺。喺徐小明唱嘅《柳葉船》呢首情歌襯托之下，洪英橋舉刀自盡。戲入面感情悲壯，戲外嘅錢小豪亦係意亂情迷，煩惱不斷。早喺邵氏初期，18歲嘅佢就開始拍拖，對象係一位中印混血兒，名叫陳佩卿。陳佩卿比錢小豪細1歲，活潑靚女，一雙大眼睛勁有神，全身散發住青春氣息同異國風情，令錢小豪神魂顛倒。拍拖3個月，佢哋已經互稱老公、老婆。陳佩卿曾經喺訪問講過，當時錢小豪每個月出糧都會買一件貴重禮物俾佢，足見佢用情之深。好快，呢對熱戀中嘅少男少女開始同居，但真正一齊生活之後，兩人之間嘅矛盾就越嚟越明顯。首先，錢小豪本身就係一個矛盾體，佢骨子裏邊非常保守，希望另一半遵守傳統美德，溫柔賢淑，相夫教子，但偏偏又中意活潑開朗、現代化嘅女性。呢個矛盾模式喺佢幾段感情入邊不斷重複，最後都係以失敗甚至悲劇收場。陳佩卿曾經喺訪問中提到，錢小豪唔中意佢拍裸露戲，佢表示可以妥協，拍戲我唔怕辛苦，最緊要唔好叫我除衫。但最後連用替身拍裸露場面都唔得。陳佩卿出身普通，讀小學之前連中文名都冇。佢想融入華人社會，趁青春年少多賺啲錢，但演藝事業處處受限，令佢好苦惱。邵氏睇中佢有種小野貓特質，成日安排佢演問題少女、援交少女，例如佢同張國榮合作嘅《檸檬可樂》入邊，佢飾演嘅露露成日喺夜總會出現，燈紅酒綠，各種唔堪情節。因為咁，佢哋經常爭執，時好時壞。佢哋嘅感情好似坐過山車一樣，成為報章雜誌追蹤焦點，坊間熱話。終於有一日，錢小豪頂唔順。嗰年佢啱啱20歲，已經俾不斷湧入嘅戲約壓到透唔過氣，甚至連一張 A4 紙都舉唔起。佢決定斷絕男女之情，專心拍戲。1983年秋天，報紙連篇淚坑報道，錢小豪唔想有牽掛，同陳佩卿兩分兩合。錢小豪放下感情包袱。錢小豪初演電視，坦言心理壓力大，自此佢哋正式分手。然而呢個仲未成熟嘅男仔低估咗自己嘅男性魅力同埋對女性嘅殺傷力。普通男仔可以分分合合，但佢唔可以。即使見多識廣嘅成龍，都經歷過幾次日本女影迷自殺事件，先學識要低調處理感情生活。陳佩卿嗰邊由一開始強硬，到後來變得絕望，好似變咗第二個人，日日趁酒遲到，多次自殺未遂，事業一落千丈，最終俾邵氏當成棄子。走投無路嘅陳佩卿為咗揾食，只能去夜總會做陪酒女，落得同檸檬可樂入邊嘅露露一樣嘅下場，沉淪風塵。1987年9月9號凌晨4點左右，陳佩卿一如以往咁醉醺醺返屋企，喺屋企同朋友大嘈大鬧，話自己想死。
之後跑咗入浴室，將門反鎖。朋友點敲門點叫都冇反應。大約4:25，佢從窗口跳落街，當場身亡，終年23歲。警方事後證實，佢因為無力償還債務而走上絕路，但佢嘅死確實殃及池魚，波及到前度。分咗手4年嘅錢小豪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負心漢嘅帽又戴翻上頭。就喺同一年，一部電影正悄悄籌備，據聞係一班弟子為契爺張徹籌集養老金嘅善舉，群星雲集，眾志成城，但就獨欠咗張徹最後一個契仔錢小豪。佢個角色最終由周星馳頂上。錢小豪被恩師邊緣化，唔知佢內心有咩感受。不過可以肯定嘅係，嗰之後佢變得低調咗好多，開始學識咗隱戀，甚至隱婚。但係學識認命嘅佢，呢次真係俾命運垂青咗未呢？1990年，錢小豪喺拍攝《奪寶奇謀》期間，情不自禁咁愛上咗女主角郭秀雲。嗰年佢27歲，而郭秀雲得21歲。佢正正係錢小豪嘅理想型，靚麗活潑，身材火辣，而且係中德混血。多年後，有人指責郭秀雲貪慕虛榮，拋棄錢小豪嫁入豪門。但事實上，郭秀雲本身就係出身豪門，係一個地地道道嘅白富美。佢老豆係香港海洋公園嘅創辦人，一位美籍德國人。佢細個就擁有可以同海豚一齊暢泳嘅童年。佢阿媽家族世代從事珠寶生意。郭秀雲就好似個公主，唔單止由細靚到大，而且聰明有學歷，畢業於美國舊金山藝術大學。喺同時期，香港女星入邊可以話係出類拔萃。1990年，奪寶奇謀都未拍完，郭秀雲就已經懷孕。呢對俾愛情沖昏頭腦嘅情侶飛咗去澳洲，喺嗰度秘密結婚。同年8月18號，佢哋個仔錢浩然喺澳洲出世。一家三口其樂融融，睇落錢小豪真係人生勝利組。但世事多變，好景不常，呢對細夫妻好快又出現隔閡。郭秀雲喺生完仔之後，用咗極短時間就成功收身，重新投入幕前，接拍咗唔少新戲，例如聯手警探。照道理，老婆有事業心係一件好事，但錢小豪固執咁認為，女人嫁咗人就應該乖乖留喺屋企相夫教子，自己嘅片酬足夠養家，女人又何必咁拼命出去揾奶粉錢？不過接受洋派教育嘅郭秀雲唔認同，佢覺得女人應該經濟獨立，要靠自己打出一片天。唔夠1年，郭秀雲就做咗一件錢小豪完全無法接受、被視為大逆不道嘅事，佢居然跑去拍風月片。郭秀雲作為藝術學院出身，認為趁住青春貌美，為自己留低1、2部唯美嘅作品作紀念，無可厚非。但未等錢小豪發火，佢就驚訝咁發現郭秀雲嘅哥哥郭耀華居然都加入咗拍片大軍，仲同阿妹一齊喺同一套戲度演出。呢一刻，錢小豪簡直呆咗，佢心諗兄妹2個又唔係冇錢，點解會咁做？答案就係冇乜特別原因，純粹係好玩。真係有錢人嘅世界，窮人唔明白。錢小豪無奈咁講：我真係估你唔到，我真係估你唔到啊！1993年，忍無可忍嘅錢小豪入稟法院申請離婚，理由係老婆貪玩，唔顧屋企，唔顧個仔。直到呢一刻，好多香港演藝圈嘅人先知佢哋原來已經結婚3年。錢小豪嘅訴求好簡單，佢只係想要個仔。但偏偏女方嘅訴求都係要個仔。郭秀雲亦唔示弱，公開指控錢小豪有外遇，仲話佢同一位姓陳嘅女星不清不楚。大家都知道錢小豪一直隱婚，有幾多女人想親近佢，實在唔出奇。演藝圈入邊啲人都替佢擔心，心知肚明，錢小豪要對付嘅唔只係一段婚姻，而係一個地位、背景、財力都遠遠超過佢嘅對手，佢注定會輸，毫無懸念。結果果然唔出所料，個仔錢浩然最後判俾郭秀雲，女方仲開出一條近乎侮辱性條款，以後錢小豪每月只需俾1蚊港幣作贍養費。之後郭秀雲每次提起呢件事，都隔空敲打錢小豪：你嗰1蚊從來冇俾過我，聽落真係唔知咩仇咩怨。不過更勁嘅寶刀仲喺後頭，唔夠半年，
郭秀雲就拍咗新男友，對方出身豪門，阿爸係鋼鐵大王，各大報章雜誌齊齊登頭條。郭秀雲新男友每月俾佢10萬家用，仲特登標明係美金。呢啲標題唔止令圈中人震驚，連天下所有男人睇到都覺得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後嚟郭秀雲真係嫁入豪門，個仔亦改姓龐。聽到呢個消息之後，錢小豪心情極度低落，講咗一句令人心酸嘅說話：我從來冇諗過我個仔會改姓做人哋個姓。自此，曾經喺電影入邊仰天長嘯我命由我不由天嘅血性男人，喺現實生活中終於選擇沉默。佢開始明白，原來自己早就被命運安排得明明白白。1993年對於錢小豪嚟講，真係一個特別嘅年份，事業同感情雙雙走下坡。隨住精武英雄票房慘敗，唔少同行都嗅到武俠片即將沒落嘅氣息。喺演藝圈朋友眼中，錢小豪命途多舛，情路坎坷，就連導演陳嘉上都感慨講：錢小豪係電影界最唔走運嘅人之一。嗰年，錢小豪轉投 TVB， 拍咗大頭綠衣鬥殭屍、獨臂刀客，開始追求穩定有保底嘅工作。1994年，慢慢走出陰霾嘅錢小豪，識咗一位保底型女仔。雖然佢冇前任咁艷光四射，但性格溫柔恬靜，對錢小豪體貼入微。佢就係邱善明，一位電台 DJ。據了解，邱善明喺電台嘅同事對佢評價極高，話佢智商情商雙高，外表溫文有禮，但內裏果斷有力，能力出眾，喺電台可以獨當一面。喺佢細心照顧之下，錢小豪終於慢慢露出笑容。有一年，錢小豪喺西貢大埔仔村路過，巧遇一名持槍賊人挾持少女做人質。佢唔顧個人安危，飛身撲上，幾拳幾腳就制服咗歹徒，成功救出少女。之後仲被授予見義勇為好市民獎。同行朋友都為佢感到高興，昔日嗰位意氣風發、鋒芒不露嘅追風少年，似乎又翻返嚟人哋眼前。不過最了解佢嘅，始終都係邱善明。佢一直暗暗擔心男朋友，因為有段時間錢小豪迷上潛水攝影，時常獨自潛入海底，有幾次仲差啲俾珊瑚卡住吸氧喉。邱善明苦口婆心勸佢要小心啲，但錢小豪始終冇改，似乎只喺漆黑靜泥嘅深海之中，先揾得到片刻安慰。直至2000某年7月11號，意外終於發生。當時嘅傳媒係咁樣報道：當日錢小豪喺一間超級市場入面，因為行為可疑，引起保安注意。保安發現佢推住一架購物車，跟住一位女顧客，車上有一個紙袋。之後見到錢小豪拎起個紙袋，放到女顧客條裙底下停留咗大約2秒。30秒後，佢又再將個紙袋靠近裙底，停留約2秒。保安即刻報警，並通知咗嗰位女事主。當時傳媒鋪天蓋地咁報道，壓力撲面而嚟，大批記者湧到邱善明工作嘅電台門口，連佢做夜班放工都有人跟蹤追訪。面對如此沉重嘅輿論壓力，邱善明唔爭辯，唔激動，面不改色，選擇默默無聲咁堅定企喺男朋友身邊。之後，錢小豪嘅一眾好友都企出嚟幫佢講說話，最先係爾東台，跟住係方中信。方中信語氣堅定，對傳媒講：我唔信小豪會係咁嘅人。喺我印象中，小豪係一個好斯文、好乖嘅人，就算飲多幾杯酒都唔會亂嚟。如果真係有咩事，可能係受到咗某啲刺激。熱心仗義嘅方中信唔止講講就算，佢即刻召開一場新聞發佈會，會場就設喺佢同鄭浩南合開嘅深藍酒吧，盡全力幫朋友洗脫污名。喺嗰場記招上，一向唔多言嘅錢小豪默默流淚，講咗一句：我唯一對唔住嘅就係女朋友邱善明。而當時嘅邱善明冇入場冇發聲，只係靜靜坐喺酒吧門外，望住馬路上人來人往。佢明白真正好嘅愛情從來唔需要多說，陪伴就足夠。半個月後，7月25號，呢單轟動一時嘅風化案因證據不足而不予起訴，錢小豪被判無罪釋放。風波過後，錢小豪深受感動，決定同邱善明攜手走入婚姻殿堂。
2011年初，兩人低調結婚。2002年1月10號，邱善明誕下兩人嘅兒子，取名錢永德。人哋話錢小豪變咗，昔日嗰個火爆脾氣、咄咄逼人嘅男仔已經不在，佢變得溫和平靜，甚至同曾經水火不容嘅前妻郭秀雲都達成和解，不再爭執，不再冷戰。有一次，錢小豪罕見出席咗兒子龐景峰嘅生日會，龐景峰感動咁講：我唔再奢望媽媽送法拉利，只要見到爸爸媽媽一齊出現，就已經心滿意足。聽落令人又溫馨又心酸。真正嘅愛可以改變一個人。邱善明同錢小豪結婚將近20年，二人感情穩定，一家三口其樂融融。偶爾有啲緋聞傳出，只要老公講一句唔係，邱善明就選擇相信，展現出中國傳統女性嘅包容與忍耐。三千繁華，彈指剎那。歷經無數苦難嘅錢小豪，終於揾到屬於自己嘅幸福。古人有云：玉不必江海，要知去垢；馬不必馭，要知善走。婚姻從來唔在於最好，而在於最適合。今日嘅影片就講到呢度，記得訂閱、讚好、分享，我哋下次再見。